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12月15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为了肯定基层里长甲林长为民服务的辛劳，上午民政局举办一年一度的绩优表扬大会，统计起来，今年总共有147位得奖，其中嘛王新添等13位里长，进一步得到内政部颁发第1位里长，相当难能可贵。在今年表扬大会当中，得优的里长有73位，绩优的民政人员59位，以及服务年满20档以上的里领长有15位。上伊接受市长李梦燕颁奖表扬，市长肯定因在第一线为民服务的辛劳甲责任重大。大家真的是身上肩负着各式各样的任务跟这个工作可以说是我们在第一线最辛苦。这对为咱市民最付出最多嘛是让咱市民感受就是讲市民对市政的满意度，我看有一半是咱一半以上是咱里长就来决定因为里长的服务，里长给市民的感受是非常的深刻跟直接那再次在这边感谢我们各位里长各位资深的领长李领长，大家热心。还有这段时间的对市政为里民的付出在所有受奖的里领长当中，年岁上大就是将军区玉山里的17任领长吴新团，今年已经92岁矣，服务已经超过60档，无数的奉献真正做甘心。迄阵乡亲较散也咧做一领长就开这个钱含少趁钱，经书路。都家己义务劳动，整然无路人出入啦。城市公所咱请地政课来量，工课一直拢我做的，整然的人也外省斗较少，义务做礼拜的义务劳动，有的人出牛，也无的人出条乌土，车来屯路。虽然所有里领长明年开始面对里领的调整，该里拢有可能消失，不过因有缘乐观看待，肯定下次进步调整。但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2006台南大地档这灾民经过将近2档的心理重建，已经渐渐行出病痛。市府卫生局为了记录这段心理复原的过程，特别制作一出微电影。其中透过心理师甲社工、志工的辅导陪伴，互因行出户外，对心来认识家己。这部合作《为心认识家己》的微电影，上午选伫昆山国小发表，因为昆山国小位伫亚伫维管大楼重灾区附近，经过将近2档的心理重建，昆山国小学生。上午也依着人师甲合唱的表演，用闹热甲音乐抹平过去地动所留落来伤痛。这个代志呢，应该大家做伙来甲行过，八八风灾，咱台南本身或是台湾，就是一个常常有发生这个代志的时阵，但是呢，人是同水的伫台南，伫台湾甚至日本，世界各国的人嘛有甲咱斗排战，所以呢，咱要行出来，行出社区。那我想在座迄个。大朋友、小朋友呢，咱是要安怎来甲放袂记这个？我想绝对无可能放袂记，一定要靠像讲咱派为电影啦，学校的说话课啦，咱的迄个諮商老师啦、心理老师啦，还是咱这北医
还是这迄个志工，吼，咱咧行入社区呢，同咱这人做伙帮衬啊，行过这个路途。虽然2年过啊，我想咧还有人无法度通行出。0206这个地动是伫咱第一届世界大战到目前为止，所以咱台湾嘛创造一个记录，是一个单一的建筑物罹难的人是最多。我想伫迄当时，咱的李里长、甲咱的咨商师等等啊，我因为兼任到台南市政府的灾害防救办公室的执行秘书，所以来到迄个现场，阮看到讲社会的善心人士。社会救助的救济物资，甲咱上重要，咱的家属行出来，再从这个阴影当中，再从这个罹难当中走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勇敢的一面。会中同时也邀请当地里长以及受灾户现身讲法，其中失去后生的施女士，讲到过去一冬来，规家伙的心境，会当讲是过了真郁卒。还阁再有心理师、甲社工、志工斗3工，才会当渐渐啊行出伤痛。面对失去亲人这种创伤，要走出来其实很不容易，很困难。那面对这种情绪，其实我们也没有走出，到现在还没有走出来，只是说我们没办法去减轻那种情绪，我们就去面对它，然后跟它和平相处。那该发泄的时候，负面情绪也是说，就去发泄，不用说害怕别人会笑你，或者说你哭就表示你不坚强，不是这样子。那因为我们的情况有很多人也会想要来找我们聊一聊，那我也会跟他分享我们的心得。那我的感觉，我也会跟他们讲，说我觉得生命的韧性跟坚强。不在于说你一定要走出你的悲伤或者什么的，但是就是你要定一个目标，或者去追求一个梦想，然后改变你的生活，重新就是接触人群，适应这个社会，回归平常，这才是最重要的。有形的建物无去会当重建，但是无形的心理建设却是需要一步一步慢慢啊恢复。市府卫生局希望透过这部微电影的发表，描述第一时间对心理咨询、甲社工、志工的陪伴，借着专业协助民众，找到适合家己的舒压方式，重新找到正面的意义甲力量，让生活继续延续。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对咱发表为电影行出第一档的伤痛，这出由旧年第一档所改编的电影《老师，您会不会回来》，对上以后已经感动侪人，所以希望安玉峰17号上午嘛要伫全美戏院包场，邀请社会福利团体甲乡亲拢来欣赏，希望团结人甲人之间互相信任的真爱甲希望，望大家提前度过一个无共款的圣诞节。甲希望安玉峰即摆做伙做公益有中西区民众服务社、妇女会、青工会甲助信会等单位，上午嘛甲受精的家护中心等社会福利团体共同召开记者会，希望今年过一个无共款的圣诞节，对大家做伙包场，看老师您会不会回来？这出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921之后呢，有看到这个王老师的这样子一个真人实事的故事，让我们非常感动。所以我们希望说，借着这样子一个电影，让大家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够透过电影来分享，知道人与人之间一个互信的程度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我们平常也很少看电影，所以当我们知道有这一部电影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说，孩子能够透过电影里面学习到很多生活上的一个伦理常识，而且也让大家知道偏乡资源、教育资源的缺乏，能够有王老师这样子一个牺牲的精神，我想对于教育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那也希望说，所有的人都能够了解也来支援偏乡的一个教育资源的一个规划。
根据议员何处表示，在7号上午9点半，伫全美戏院安算有350个座位，除了招待弱势学童以外，嘛提供部分座位要予民众，所以欢迎有兴趣民众把时间到服务处提票。老师，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回来？我好害怕。怕什么？我陪你们。电新闻编辑张伟忠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属于内政部空勤总队救难直升机 UH-1H 上午对台东机场起飞以后，大约9点半降落伫华德公家校园内，请大批事先甲民众落来欣赏这难得画面。这架 UH-1H 直升机伫完成900次的救难任务以后退休，未来将成为该校飞机修护科上好的实习教材。这座最后的飞行 UH-1H 救难直升机对台东丰年机场来出发，沿着南回海岸一路飞到家庭的华德公家，并且伫咧一学生甲民众的围观之下，非常精准、非常水快的降落伫咧华德公家的校园内，嘛正式宣告这台救难直升机对救难的任务当中退休。正式进入第3阶段，用来教学生的学术用途。华德公家也安排了盛大的场面，欢迎这台直升机的来到。我们国家现在要发展航空啊，我们台湾地处海岛，一个海是要船，一个空就是要机，所以对我们台湾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兴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途径。那么政府也大力在倡导这个航空工业啊。我们华德有幸，那么我们也设立了飞机修复科啊。那么我们也希望，那么能够得到更多国家社会给我们的资源。我们也善尽我们教育的一份子，为我们国家社会扮演我们应该扮演好的角色。这个华德公家也非常的认真因为我们总要很多学校都要，所以我们就定了一个机制要来评选。那我们华德公家也是很认真做这个企划书来投递到我们空勤务总队来做一个评比。那我们总队评选结果，我们华德公家就入选了，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一架飞机的交接。那我们希望说，我们这架 UH-1H 今天的赠予华德公家，对我们学校以后学生在飞修方面维保方面可以有一些帮助在教学上面来做一些使用。华德公家表示，校方将会针对这台直升机进行相关的教学说明，并将内部引进零件、组件移除了后，设立伫咧飞机修护科的实习工场，提供给学生会当深入研究，并且实际操作使用。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一生努力的发扬灵感不够的新婚法师，今年91岁，出家将近80档，所以新婚法师专辑的出版都要认识伊，卖当了解这个时代灵感不够的发展现况。下晡福光山台南区总主持的代表捐赠一套，总共365本，标咱市立图书馆展藏。星云大师的职业是推广灵感佛教，重视佛教甲社会关系。
希望会当净化自我，改善社会风气。结合了伊重要写作作品的《星云大师全集》，总共365本。下午也由佛光山台南区总住持满洲法师送予台南市，由代理市长李梦燕代表受证。也是大师呢，他这一生弘法历程的全记录。那大师这一生，他经历了北花时期、军阀割据，以至呢抗战、内战、两岸对峙等时期。大师这一生呢，他也行脚全世界5大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见世道的智慧。透过这个字里行间呢，然后我们读者呢，随着这个书中文字的一个笔触描述，仿佛呢也带领我们读者这个走进入了这个千山万水，也见证了人间百态。这部《星云大师全集》，代理市长李梦燕表示，内底是星云法师以一生所有的智慧精华。也希望台南市民会当用心去看、了解当中的内涵。他不只是在佛法弘扬佛法里面去致力弘扬佛法，我想他对文学对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哲学的一个探究也都非常的深入，里面充满了智慧的这个语句跟文字也充满了智慧的力量。我想这是一个结合不只是中国的传统的文学，还有包括佛法，公益因为佛法还有我想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来拜读，值得大家来从里面得到很多的这个智慧。佛光山关键的星云大师全集，互全台湾各地图书馆作为典藏，嘛希望互较侪人会当看到这个作品。对大师的人生体悟当中，了解人生的智慧，嘛为台湾的文化大业尽一份心。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根据统计，光人是一氧化碳中毒上侪季节，大约占全年40%，而且一个月内死亡率卖真悬。对此，吉米下中心利用高压氧治疗，互20岁以下中毒患者会当减少5%的死亡率。而这项成果嘛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寒天民众用热水炉，如果无注意空气流通，容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不管是意外或者是精神患者调故意要自杀，死亡率拢真悬。对此，吉米医学中心利用高压氧的治疗，不但会当降低死亡率，而且成效也伫国际知名 SCI 期刊来发表。一氧化碳中毒最常发生在冬天，然后冬季那为什么呢？因为在冬天的时候，这个很多热水器是装置在室内的，会紧闭门窗造成我们的一氧化碳中毒。那另外一个一氧化碳中毒的原因就是这个我们有身心症状的民众。因为想不开烧炭自杀。那如何去预防呢？第一个我们这个热水器不要装置在室内。那如果装在室内的话，我们要选用强制排气的热水器。那另外冬天的时候不要紧闭门窗。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有身心症状的民众呢，我们建议尽快找身心科医师来咨商来处理，避免自杀造成一氧化碳中毒。那如果不幸一氧化碳中毒的话，请尽快送医治疗。这我们高氧治疗呢，可以减少36% 的死亡率。那高氧治疗呢，尤其在20岁以下的年轻人的族群最明显。如果20岁以下的年轻人呢，这个一氧化碳中毒的话，我们高氧治疗可以减少55% 的死亡率。那在急性呼吸衰竭病人也是很明显，那高氧治疗可以减少57% 的死亡率。那这些研究成果呢，它都陆续发表在国际知名的 SCI 期刊。因为一氧化碳无色无味，容易被民众疏忽，所以医师提醒使用热水器一定要保持环境通风。如果民众发现中毒，就要马上拍开窗仔门，让空气流通，避免遗憾发生。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现在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
明仔是好天有时最坏天气，温度18度到22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7级到8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收看12月15号的中港台湾电视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